你莫带，讲那部客栈，弄客栈。拍拍话行语面的都弄客栈，拍拍话没话在客栈，没话在客栈。这里没把一种雅度把也把面的端，在这能建立天空的表面，也有恶浓的文接待，在这能接的能接的天空的表面，天空的表面，坐在天王的右面，也弄也恶浓的本接待，接待，在这能接的天空的表面，右面也把浓的本接待，在这作者能接最能的一个，最能接就叫最高级，最能一般翻译是那个大能的天皇，能接那天皇，大能的天王，那表面就是右面表，就是有表面也恶浓的那本从天上的云接带下来，这个一脱落，这个辅音脱落就是个有字有。在这能接那天空的表面也恶浓的本接带，这个一脱落就变成云文本接待。要煮酒，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。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祝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啦啦啦啦啦啦，要祝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啦啦啦啦啦啦。